台铁自强号中昼伫咧驶入去南港车站的时，车尾一直咧呛烟，阁传出歹味。台铁表示讲，是因为机械故障才会呛烟，会阁拖去检修。也为着安全，所有乘客嘛拢已经改坐另外一班车。 车厢内底暗蒙蒙停靠伫南港车站，这台原本要对七堵开往潮州的125次自强号列车，中昼12:55分开入南港站时，后壁汽车头下面车底呛烟，而且这味臭咸咸。当时车站人员用灭火器甲喷落去，机车头顶面也有喷灭火器所留来这白粉。的确有点异味，对，有点臭臭的。如果是起火的话，的确是有点担心。他那个刹车有问题，他觉得冒烟，他用那个灭火器扫的。 还在前面还有残留那个白色的粉末。常常翕批车的人讲，虽然当时伫车站启动这个排烟系统了后，烟雾真紧就散去。不过现场也是真紧张，也来铁路警察当时接报了后，赶紧赶往现场协助疏散旅客，加载是无人员伤亡。到场查处及协助疏散旅客，维持现场秩序，无人员伤亡。13时现场已无冒烟情事，经了解为机械因素所引起。 台铁公司初步调查，后轮机车因为双轮不良，才有呛烟的情形，临时停伫南港站赶紧处理，后续会拖登去检修。为了确保行车安全，列车顶70位旅客落车换坐125次，并且增加停靠站来服务旅客。 这摆故障是台铁向日本东芝新买第二机车E500，2024年9月才上线。有铁路的迷众指出，这款第二机车已经不是头一摆故障，也若真拄好，就伫1个月14，台铁上山站也发生呛烟意外，也引起火灾警报通知，互旅客行一个。了，确临时手扶推的机电设备故障呛烟，加载无造成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